老子上次講過遲到要下好麼？講過咧，心情好介意到。我發現衛生所兩下提供很多父母。係啊，我都很有長期照顧父母呢。我都有提供居家父母、日間照顧、家庭托顧、協困父母、夫妻老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父母等項目，做得建議民眾符合嘅視照做詳細解說，或者向民眾打創造父母專線1966電話。當好，我都很遠，我嘅家娘家個身體都當健，只係我壓力挺大，想親人擔得住下。如片，若歡迎人有限過來打嘴鼓，我咪係對外地隔來兩片嘅呢個問題，我咪應該要經歷過。當時你用辦見過來呢？家下冇創造父母，我家娘家個身體唔好，我就等於配地幾條順頭，咪係按樣慢慢嘅吐過來，能付出就係福氣。如片，你曉得講客家話麼？我當地個什麼好？相信阿姨，總愛用心，當家就學會咧。我做得衝下來請阿姨擔得麼？當然冇問題。我還做得講一講客家話當多解空橋哦。很讚麼？我家娘家個係地道，你愛認真學習，聽出會當歡喜嘅。什麼阿姨？